各位浅浅啊，尤其是干部吼，我就想说，要怎互咱即个社训班会当讲较详细，看会大家吼较积极个啦，这是咱尤其是长干部的啦，要安怎来获取即个奖训？因为即个奖训呢，真的就是。其实一个讲师是咱道场行水的名呢，各位浅浅咧讲袂错，因为安怎讲呢？其实一个讲师若有法度用指导，因为遐日子卖毋是咱大家讲迄业重吼，所以袂来求道，袂来修道，袂当安尼讲，是因为咱道理无够好，无法度来体会，感谢。因为这是好势的想法。当时啊，是讲，当初伊若如果讲的，咱也感受较有，应该谈动咱对道的修道的理念嘛，感谢。所以讲呢，足济啦，当然每一个人的因缘无共款。也许这嘛袂当甲否认掉啦，讲在无形的里面，每一个因缘无共款，所以讲会当经常去道场，咱讲真诶，我是感觉真的很感恩，感谢，上届互咱苦足的比咱较好，感谢，因为呢，咱经常会当参与道场，所有一切学习。甲一切活动会当经常的，是代表咱有条过去较无共的所在，若无一定有障碍啦。有一种的是应该，咱的道理无够大，启发袂到啦，这是好势的代志。所以讲的来讲，咱若有法度人指点，互大家会当了解。相信大家拢总要跟随啦，跟随即个道理。你像即个大陆的人，因为大陆的来的时阵呢，其实因要听这道理呢，有足困难。所以呢，你像青岛的，咱问看青岛的，青岛的伊有一个姓史的律师嘛。史律师嘛，甲因太太做刘律师嘛，因迄个囡仔迄个囡仔较特别，伊讲伊所谓宗教伊都去过，毋是伊咧问，真的，拄好讲去当着研究，伊讲若安尼安尼就对啦，因为咱就是爱生命的源头。修道到最终就是要了解明心见性嘛，敢是？你也甲看伫六祖来讲者，伊去见着五祖，五祖甲讲你是人万的人，你用参与作佛。六祖就甲讲人有人法，自性无分人法嘛。和尚，你是和尚心，我是家己的心，自性有道分别，安尼讲有见性。所以六祖去拜五祖，伊讲即句话了，五祖就讲六祖你是真正代理的人，即句叫伊去破茶大堆，行咱即道啦，去破茶大堆，甲五祖去伊的。迄个厨房的所在，咱拢赶紧咱拢有读到嘛。伊拐伊的帽仔，伫下帽的顶端讲三下，手压后就出去啊。这有残余啊就是叫伊三家入息啊。所以伫去演的时阵，六祖那是三家去五祖的先代，五祖大家说了不定名件事。说金空经济应付所住，应付所住提升提升。那么六祖伊去
体会，但讲可以自性本自清净，可以净自性本无性结，可以自性本无动摇，可以自性灵性万法，拢做五项啊吼。所以伫个所在伊讲，伊还未伊见过无做就是见性啊。那么伫伊破查伊8个月了后，达做甲正道嘛。迄是甲正道咧，就伊讲见性，其实那是见性。啊，你也甲想，伫即个过程内底，达做敢有去坐禅，敢有去听道理，敢有去上经，伊要去到当前无机会，要到堂前没机会啦。啊，你也甲想，修道所谓法门，不外就是应因性伊设的这个法门。所以法当有三性，是人有理论嘛。所以咧讲清道这个这个理咧事实讲，伊就是要爱迄个生命的源头。你若知影，你大个其他的法门啊，就不用了。但是伫兄弟姊妹还未达到顿悟法门的时阵，你敢爱有下圣、中圣的法门？爱。啊，即个爱当中变成咱用迄个道理去摄受兄弟姊妹，你到有开启伊智慧嘛？所以你要看咱有个人咧宣传，宣传足久吼，宣传袂起来。啊，未觉醒足大，你到看一碰伊就知影伊要用啥，伊要啥物啊？我需要的是什么？一下子。啊，所以讲咧，伫这所在当初其实讲起来，就是道场兴衰的命。所以讲，迄天秘书处开会，因为伫今年起会班拢总是由中心指派，当然中心指派的，安尼出去了，也是因为伊有分长青组甲迄个啥，东升组啊，哈，有迄个。或是正道的名字，伊甲分两种啦吼，一个跟较原本有咧讲的，啊一个是后来由国建议为提供出来的吼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安尼摕反应咧，大家拢总是爱较老的一组就对啦，当然较少的理论传承也袂使，所以讲咧每年了后，迄天就有咧讲嘛，就是讲一定要赶紧提供明年的名单出去，赶紧互经理认同之后，他写资料互伊嘛，写资料迄个主题互伊。那么呢，因为旧年呢有可能像互我负责4个所在为负责5个所在啊敢若30个段，但是因为可能有的反应可能较无遐好所以是迄天你要参考了，算讲诶要以20个22个2个是迄个应急诶，有人遐临时袂使爱去报，结果这名单出来，好势甲看有30个所以你应该就有缩小啦，稍微缩小一下，但是或许本来爱上代表是或许曾经理嘛，迄阵搁甲罗经理，搁若有是袂像，结果即届因为3个的应变就无排体育班啦，美香伊是讲伫秘书组所以讲过去就讲内就无免排，所以变成伫咱山顶的用心公司就等于爱上做12年了，做12年好势甲看看30个敢若好几10几个，超过1半，所以讲咧，因会安尼咧，当然人。可能人因的理论师甲因的前辈者咧培育这个讲师可能他较有
迄个能力啦，啊，当然呢，就是讲，伫按上来讲起来，或是嘛期待讲咱未来，会讲有工资，啊，工资大家免咱拥有，你像银行来讲起来，当然银行来讲起来，因为要什么变化都不一定啊，咱是量的嘛，啊，一个拢差不多咧正点钟安尼嘛，啊，当然一定会拄较好，有可能1点钟就结束啊，啊，当然好势想讲，若有人学习，安尼大家正机会学习啦，安尼。啊，所以讲呢，或是讲大家人如果呐一个学习的心，啊，你想讲我有机会，有机会我假设性，我银行等的这政府，我可以来学习。我定定，假设性你有咧学啥物主题，啊，但是你银行无准备，你可以借这个机会来一个典故一个习。还是你感觉讲对一个你较有体会，大家来当讲有用的，可能这一种班的气氛就会不一样。所以或是期待大家共同要安怎甲咱的讲训班，要安怎会当来甲振作起来，无论讲是咱在座的同学。伊就是讲，咱有较年轻的，要安怎来鼓励？当然，咱我从理组长的，有当时是少机会学习啦，因为徛伫遮甲你私底下咧看的心情无共款，搁甲咱过村嘛，而且人遐少伫即个内底，咱会当学者。有当时伫台骹有可能作息，但是起来咧。亲像咱大姐起来伊可能嘛是有影真紧张因为你要安怎安抚家己，有影就是靠力量，靠力量。无好势伫山顶咧讲起嘛，拢抑个初嘛，抑个会错啦，慢嘛是爱稳定。这就是你无机会，你敢有法度如何享有其心？你无机会来学。所以讲你该说该怎做？这是你成就的过程，这不是讲好较歹，对甲对，这就是讲你要成就的过程呢，而且就是你一定要面对这个代志，所以讲这希望咱在座，要咱鼓励咱的同事，当然的干部应该是会当来带动咱的道亲咱落来，无论讲你有排着课，有排着课，甲无排着课，咱会当来学习。总是有好处，就是安那。有当时咱私底下当着道亲，你去交伊讲一个有物件敢是安尼？毋免讲我就是一定要学迄上台。如果有人上台，你就莫学啦，修道嘛袂使安尼。因为或许是感觉讲，咱伫修道内底，真正的讲拢无学习的课程，自己也要看书。上界过呢，咱无法度修就别人，有家己甲修道这条路，咱爱家己顾好咧。我无法度帮忙大家成就嘛，毋过你无法度帮忙大家成就，毋通也家己顾甲怎无去？安尼咧，咱一世人修行拍得真正歌舞天温，殊定。因为咱要去了解三朝普渡是真正空前绝后，尤其是幕后一朝。幕后一朝来学感谢，无得着道，即使过去是大罗金仙，也不可能成道。所以有那种替天行道来得道。如果没听着道，齐天大仙他们就逐升到无极比天。为什么因爱过去南屏山？要恳求济公老师来救道。为什么替天仙要来做研究的？
所以讲呢，最近咱的主情传嘛，这个什么，赵子龙，赵子龙，伊甲想，伊找无伊有缘的人。咱伫新湾山求道的土地公是拄好，伊点样需要即个土地公是贵己因缘，要甲要甲伊引进的，搁要甲伊出公免费呢。那么呢，即个咱头摆讲即个赵子龙，伊找无有缘的啊，要安怎？时间到了倒来，所以做明显难听啦。咱是做明显伊成就了7天仙呐，但是伊个很简单做人，咱有求道咧。所以伊真个期待是干那期待讲伊过来转世，会当去转世，伊修个家庭，还是讲有人会当互伊求道。所以讲呢，咱无好把疑心呢，未来没有成就，真的也是很可惜啊。所以讲家己要安怎成就？其实咱爱不断的，嘛是爱去研究道理，反观自照回来，反观自照回来，甲自己无圆满的，歹改，较歹改，你就较慢成就安尼。但是你一定爱慢慢去调试。那么你改的内底调心嘛，无要安改，改就是讲调心嘛，有甲变有无会爱无。你会当照着这个借镜练习，你无照镜练习，你唔知你的程度在哪个地方。所以无当着的时阵，你就来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我的心要安怎改？调到要点，自清自净，即清即净，调摄到那个程度嘛。要安怎调摄？当然有精力，敢是安尼？就是这个真理，你有去体会了无会得？拄仔像你昨点写的，因果非觉体，内底若有我，有人我，有人我呢，你着我讲觉着你的真我。所以讲呢，有人我呢，找袂着你的真我，因为伫人我来讲起呢。人，我，不是我啦，我。那么这个人是五蕴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。这5项所来构成的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人内底，伫咱这个五蕴这个心内底，就是由五蕴所来成就的，所来成就，所以讲呢，既然伫这个五蕴的内底，它就没有真我，这个是咧讲咱的心。那么伫法内底来讲嘅，伫色受想行识嘅当中，它不断的改变，不断的在改变，所以讲呢，它也没有一个主体，无一个主体，伊无一个主体。伊这是无一个主体，所以讲呢，伫这个经法的当中，它都不是一个真的。所以讲呢，咱唯有着爱保了着，爱保了着这个经法，才会当成就了着这个真我。因为你一定爱去了解这既然无一个主体，无一个主体。那么这个都是一个短暂，它都是一个短暂，
它是一个无常，伊无常哦，所以讲这个毋是真好嘛。毋是真好。所以咱若有认识到讲这是假的，对是真的，当然呢，你的用心就无，你的用心呢就无用无着心，用无着心，当然你要成就真好就有困难。所以第一，咱一定要了解了，咱的心伫真法当中呢，拢总是一个短暂无常，它不是永不变。唯有真我，它还是永。咱一定要去了解，自心当中就有这个物件，一定要确立，确立了了后，你往这个方向，你才能够达到永，才有法度达到超生了死。就是亲像了解这个这个啥呢？释迦牟尼佛，伊伫无常的内底，伊毋敢去找着真相。就是伊有智慧啊，无伫无常的内底，你就随着无常内底即个定境不断伫咧转变而已。所以讲的有我非觉体，因为如果你有了解真法，有了解即个真法，你就是较袂了解你的内底的一个真我的存在。所以咱来讲，达到无相乃真常，无相。那你讲真空，为什么咱修道学道？为什么爱无善恶对待？为什么爱无？因为咱本来就是一个真空，真空的内底就是清净嘛。清净无碍，伊是一个清净无碍。但是这个真空内底，敢是拢无？真空内底敢是拢无？真空内底，你若甲讲真义，伊是无，就落入弯空。你就是落入弯空。所以讲的，伫这个真空的内底，它就是一个无相，哪里就是可以成就。所以呢，咱一定要去了解，因为安怎讲呢？前者立西边，因为所有拢是一种的原理。咱你讲功德到功德，你若有功德就是有我相，就是会有法相，就是有人相。因为你没办法达到真空嘛。你真空的内底，伫自性的内底，真我内底，绝对没有对待，没有二元对立。有二元对立，你就没有达到真空。但是真空毋是无，你若讲真空就是拢无。像咱讲的无量无珠，无量这个无量无常无珠，无量毋是拢袂使想啥，是你当着生念了后，你就要无念。你袂当反复的，一直不断的练不断。安尼，你若当思来即念，思去即报，这叫做无念。这叫做无念。所以讲的有这个所在呢，咱一定要去甲伊了解伫修炼学道呢，咱要安怎慢慢会当真正呢达到一个清净而无碍。因为修道就是要证，就是要证真啊。证真唯有就是你一定要修行，你一定要修炼。你若无修炼呢，你没有行正，你就不可能，你就不可能成就。我以为你就是拢去听多课的课，不会是。你若会当讲伫行的内底，你一定要有行正，你没有行正，你没有行，你怎么正呢？不可能。你永远就想达不到。所以这个呢，
这个咱新加坡迄个政坛主，伊讲吼，伊即届来，伊嘛体会足济。伊若无来到有即届的体会，就没有嘛。所以讲咱伫道场，每参与任何的活动班会，相信大家内心里面都是有所得，都是有所得。那么由于你行而得，才能够起正道。你才会慢慢去看到这个修道伊的真实。那么咱讲业相对白，业相对白会久呢，很容易就会被考到。你若如果讲伫这个行的当中内底，借性练习，慢慢去了解，我们有一个前进的主体，咱要安怎慢慢去掉分无，恢复分有。安尼呢，咱其实道不远的人自远之。每当咱伫行的内底，其实就是咱会当见道，就是讲你就靠近道一步，你就靠近了道一步啦。所以讲爱靠近这个行，才有可能，若无呢，无可能。所以有班一定要参。或是咧讲，因为咱会当经常伫这个道场。咱拢讲来拢受福讲普照，咱讲道场有这个正能量，你敢有相信？你若有相信，我讲啥物会交你有关系甲无关系？无时间变化，有时间你都去扶持，你自然而然在无形之中，你就可以得到正能量。这是千辛万苦因为咱伫这个道场，没有道场哪能让你消烟解腻？没有道场哪有法度互咱积功累德的？所以讲呢，像即届来到佛堂，伊拢感觉讲来让他们感觉很欢喜。咱逐工伫遮反正佫无即种感觉，咱别人来佫感觉袂歹。所以讲呢，伊伫即个人的气场内底感受到会，但是呢，对有了引导的呢，或许是咧讲咱人勇气越大，你自心淡善的正能量，唯有就是你要三不离。安尼呢，咱才有法度来充电啊！咱讲的咱会当充电，咱的勇气才会大。那么，迄正能量呢，当会不断。所以讲呢，咱会当参与，咱就参与。或者是希望咱在座各位干部咱的讲训，要安怎讲家己较详细，互伊参与的人会当较济。有希望呢，讲干部呢自身应该爱带动。即使就是讲无机会上来，毋过呢会当带动大家来学习，因为无共款嘛。你像咱咱的轮椅班，轮椅班呢感受讲袂歹，结果出去拢有咧放送所以会感觉讲参与人较济。因为有大家人咧推动，所以自然呢。咱就较会，别人较会知影，袂想要来参与。咱会当鼓励着同修，大家对道会当进道的，嘛会当了自己的愿望，会当了自己的愿望，咱会当多行功了愿。那么呢，到咱组长有去讲的界定会那么伫这个界。或是讲即个界咱爱安写咱爱安写，下本到即位。有呢。但是组长不是这样不是安尼爱安尼，这个界。你界呢？为啥物爱界？无界袂成定。所以讲呢，修道一定得爱有界。界是一个
艰苦，家是咧补咱的不足。伫咱无受戒以前，大家会当随心所欲；伫你有戒的内底，大家就朴素。哦，啊，伫朴素的内底是好个歹？好个歹？一定好。虽然你当受戒的时阵，你会感觉你会无方便，其实伫你慢慢照着戒来成就了你要戒的物件，其实有戒嘛，等于是无戒啦。哦，啊，大家讲无爱受戒，你伫世间无爱受戒，毋久你出世了后，你爱去食苦。最后轮回嘛，你伫世间无遵守法律，你敢爱你感觉爱嘛？所以伫咱受戒内底是，当初伫咱的定力还未有够的时阵，先用一个痛苦甲你苦咧。但是咱若如果已经习惯了，已经有所体会，可以调试自己的。敢袂去改，所以讲正义法律来讲，讲定外严，交咱哪有关系？人会感觉我来定甲遐严，其实交咱拢无关系嘛。为虾米？因为咱嘛是想讲咱无可能去犯安尼。啊，所以讲有虽然有戒，啊，敢有戒，没有感觉了嘛。啊，所以讲戒基本的就是第一，要先，要先维护着咱。要维护着咱，要提升咱，先用这个戒。其实你戒了后，无戒袂当成定啊。伫定的内底敢有慧，是先定爱先生慧。对不？先定，但是你无慧，你该想要定。所以讲咧，伫定中有慧，慧中有定，定慧定齐嘛。但是第一你一定爱先戒，先戒。所以讲咧，伫定中就有慧啊。那么为虾米呢？咱爱三无漏学，因为咱伫这个世间轮回生死。是由于了解有了解了解这个喜苦佮烦恼，佮咱人有贪嗔痴慢疑不正见，烦恼不断那么呢连得妄心，所以才会流浪生死。因为就是有这物件，但需要来得到三无漏学。这定慧，所以第一一定爱先戒。伫戒内底会当来，伫戒的内底会当得到定开咱的慧。所以你既然有定，其实就是有慧啊。伫慧的内底，就是一定有迄个定。那么咱不断的照定这个三无漏学，慢慢的。来降服咱，互咱去流浪生死的贪嗔痴慢疑不正见，一切颠倒、错乱、烦恼破苦，你才慢慢的，你照定了三无漏学，你才有法度能开始降服这一些无好的物件。你若法度能慢慢降服，你生死就会减少了。各位先咱听，为啥讲生死会严重？因为你若生一个贪，就是死嘛；你无一个贪，就是生嘛。生死不断嘛。就是讲咱人的烦恼多，就是死，因为烦恼是痛苦；欢喜就是生嘛。所以讲咧，你若有贪嗔痴慢疑不正见的话，其实伫这当中呢，你就没有生死了，你永远都是在天堂。所以讲咧，咱爱照着这个戒定慧，所以讲咧，第一一定爱先戒，毋通真无戒以后咱才苦，安尼想嘛。
但是讲你在世无受戒，你一定要做到轮回生死。哦，那么你世间你无遵守法律，你一定要去感觉，无感觉是为啥亏的，就是为着无修戒嗰个人亏嘛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咱伫世间咱一定要先修戒，以后才袂轮回生死。哦，所以讲呢，对三无漏邪，咱要怎来精进自己？爱精进的，为什么要精进？哦，咱咧咱知识慢，咱拢知影，但是咱咧功夫敢有下到最深？那互我后面啦，有咧减少，哦，所以讲呢，我的功夫还没下到最深的地方，所以讲呢，这里面都还是不断的，哦，所以讲呢，你的功夫下偌深，你的功夫下愈深，你越能见性。下愈深就是代表这物件愈无嘛。哦，你练就的，哦，你下的功夫，你练就的这一种贪吃饭，本来是100，结果你即马下功夫了，我进前变怎？佮下功夫的存60，佮下功夫的了存40，佮下功夫落去，但是愈下功夫愈深。哦，当然咱内心所去承受的，也许。咱会感觉讲但练习可能你会很难去接受，毋过你若有法度，慢慢的去接受，去甲降服，就是你的功夫就有够。那么你的功夫下到哪里，你就会成就到哪里。修行是虽然得到顿法，嘛是渐修啦。哦，因为以佛法来讲起来，要讲一时吼，咱嘛知影对有，但是无可能一时得到圆满嘛。所以讲呢，这里爱课的这个学习，那个。